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3，旧历的8月初7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台北市内湖的康宁路有一栋公寓的1楼，昨来庆出着浓烟，消防队赶到场找无厝主，弄破门，竟然有3个老先生摕伫个门窗顶，送医来抢救，3位拢往生了。原来这是一间私人的安养中心，无立案嘛无营业的执照。 厝边嘛串一大条，想讲隔壁是空厝，无人住。早起，里长嘛出来说明，讲伊伫个旧年已经报过案，但是当时这个安养院的铁门是拉落来的，根本无法度入去。啊，讲安养院的负责人火烧厝的时阵，有回到现场来查看，看代志未收煞，想要来绕跑，互厝边来发现，直接互警察带转去做笔录来移送。台北市政府嘛要追究责任。 火调科人员搁登去火场要调查导火原因。伫进的一天下晡2点半，公寓1楼出乌烟，相对员当时找无厝主，只好先弄歹铁门入去拍火。烧的面积差不多有10平方公尺，并无看。烧去的拢是一寡家具，内面有3个老先生送到病院急救，拢无效。 事发现场这个安养中心看起来像是一般的公寓，但实际上是没有立案，是无照营业。不晓得里面是安养中心啊，我还以为是空屋嘞。一寡民众拢争议过，原来这是安养院，其实有袂少厝边发现唔对，里长伫旧年嘛报过案。他们也有派人，可是去敲，我们也请了派出所做那个算行政协助吧，对，那去了也没有用，他还是不开门。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，搁去现场关心。这个经营多久了？安养院姓丁负责人，代志发生后，伊捌登去现场看，发觉代志大条，想要走，互厝边发现，直接互员警炸落来，带登去派出所做笔录，将伊过失致死、公用危险等罪嫌移送。